所以我互恁知，互上帝的神感动来讲的，无人讲耶稣是通救主。若毋是互圣神感动的，也无人会讲耶稣是主。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马三角起立来唱圣诗第152首，救主听堂的声，请起立。全首4节。请游玩徛地，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关联严根拢是你所有，教代无尽。阿免。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掀开圣诗的后面1068面，启应文第39篇。
经文第39篇，也是以赛亚书第2篇。我来刻，请大家来印。伫将来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这声，万国拢会约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因会将刀拍做犁头，枪拍做镰仔。即国无搁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就来。来三甲额头来祈祷。阮学了奇妙万关灵，充满智慧、充满灵敏的上帝，阮大声来学了你，阮感谢你今仔日会当保守立位的兄弟，会当围内来到教会中来实体礼拜，阮来感谢你，嘛感谢你顶礼拜保守主日学师生到华联聚会会当平安来回，会当欢欢喜喜转来，阮甲你说多谢。嘛，伫礼拜进前，阮来反省来检讨，阮即礼拜中间若有心思念头言行有得罪上帝得罪人的，求主你赦免，求你保护的功效来洗除阮一切的过失，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当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上帝的话为着张牧师今仔日所要教示的道理来祈祷，求你帮助阮当顶头先做新创造的人特别是为着今仔日伫阮中间还未领洗礼还未顶头先的求主你帮助阮嘛，互阮已经领洗礼入教会的无搁活倒转，搁转去亲像肉体的款式来行踏。主你帮助阮为着世界各国最近真侪天灾无论是大水，还是大片的火烧，还是战争互足侪受苦的人拄着死失阮的心真艰苦，因为阮知阮伫你的面前拢是诚做你的子孙求你有共款的心，嘛互当地的执政的政府会当实施来反省、来检讨、来改进为着拄着战乱的国家的人民的教会来祈祷。主求你互开拓阮的心，互阮毋是干那顾家己，嘛顾所有你所创造即个地球所有的代志。阮感谢你，嘛为着台湾来祈祷。你知阮拄着真侪无论是外交、内政，足侪挑战足侪威胁求你帮助阮嘛互台湾的信主的人会当搁一届来复兴、来觉醒阮足希望有一天台湾的人民会当看出讲，加在即个台湾即个地区，加在有遮个信主的人阮这是阮的祈祷为着教会来祈祷
阮当用顶头生新创造的心来进行阮9月份真济的事工无论是中级的选举还是耶和华礼拜，还是真济主日青少年团契因的生活营都拢求主来帮赞，阮会当伫逐项的新疆看去，伫即个社区中看去阿门教会伫遮显出做光做盐的心志的见证，嘛为着教会中即马逐项因为身体的软弱咧治疗中的兄弟来祈祷，主，阮相信你圣神的溃烂是真实，你的医治是真实，会当经验你的灵敏，嘛为着新要开学要就职，还是出国深造的人来祈祷。虽然无伫阮中间，毋过阮拢共款来笑脸伊，笑脸大家，因为伫祈祷中，大家合做一体。阮相信你伫咱们教会的兄弟中间，你有你的心意，嘛为着人际关系反正无好势，主有紧张求你来怜悯当伫你圣神的内底，大家共一个主，共一个神，共一个神来做彼此来做和好的工课。主，阮知只有你圣神会当显明，才会大快乐。我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阮对头到尾的敬拜愿你甘乐，诚做芳芳的祭献到你的面前。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请圣歌队来学乐，因所要献的诗是拢交予耶稣。
就谢谢我对深信所献的诗，会互在座真侪人得到真好的安慰甲提醒。三角来看上帝，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书第3章第1节到17节。我来读大家来听甲思想。即摆拢较大声，歹势啊！安尼会使无？会使吼。毋知影陈哥会当帮忙。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暝时来就近耶稣，对伊讲：“rab比，阮知你做先生是对上帝来的，因为若毋是上帝甲伊伫地，就无人会行你所行遮的新者。”耶稣应伊讲：“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无顶头生，就袂看起上帝的国。”尼哥底母对伊讲：“人已经老，怎样会顶头生？兼会搁入老母的腹肚来生嘛？”耶稣应讲：“我实实甲恁讲，人若无对水、对圣神来生，就袂会入上帝的国。对肉体生的，就是肉体；对神生的，就是神。我讲，恁的确着顶头生，你无掠因做掠做奇怪。风出在意思来吹，你听起伊的声，毋知伊对倒落来，对倒落去。既若对神生的，也是安尼。尼哥底母应伊讲：“怎样会安尼呢？”耶稣应伊讲：“你做以色列的先生，也毋知这嘛？我实实甲恁讲，阮是讲阮所知的，甘证阮所看去的。若是恁毋接纳阮的干净，我甲恁讲地上的事，恁尚且毋信；若甲恁讲天顶的事，恁太要信。无人会上天，只有伫天里的人子对天降落的那定。佮亲像摩西举起蛇伫旷野，人子也的确着安尼受举起。互既若信的人点伫伊有永活，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既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疼世间到安尼。17节，因为上帝找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请本堂张牧师来讲道。这台语要读三声有情，三声有形哟，三声有形，三声有形。咱做同心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阮听见主耶稣邀请阮，拢交互主耶稣。你邀请阮，既然着无背重担，就近你，要互阮得到安息。这是阮众人拢怀抱着无共款的心情，有的检测是欢喜快乐，嘛有的检测是烦恼快乐，有的是侪侪忧闷。主你拢知影，因为你是创造阮每一个人的主。阮伫遮要交互主耶稣，互阮无互世情俗事的颠叛。阮的心灵伫即个时阵，单单来仰望主，因为看即个世间，互阮心内郁卒。以赛亚先知甲阮描写一个大同的世界，和平的世界，众人敬畏上帝，伫圣殿来朝见你。以赛亚先知求讨，互世间人将刀拍做犁头。互阮这战争的武器，会通诚做耕作，大家三甲和谐来徛起。若是阮看即时的世界，
侪国家筹备准备学习战术，互相要用战争来解决彼此的纷争。阮伫台湾，逐工也受到中国军事的威胁。祝愿仰望上帝，你什么时阵，迄个世界和平才会临到？愿上帝你帮赞，互阮伫你的话语的中间得到盼望，互阮知影，即个世间历史的演进，拢也伫上帝你的掌管的中间。由你帮赞，互阮伫每一天的日子、世界变化的中间，搁较体会人的罪性，甲阮需要上帝你的赦免甲救赎。今日阮三个伫遮来学习，来领受主你互阮的恩典。愿上帝你帮助阮，用真理的灵，通过人有限的传达甲明白，上帝你奥妙的真理甲你的恩典，会通帮助阮每一个无共款需要的心灵。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恳求，阿们。我毋知你甲我共款有即种的感受无？我感觉即届倒转来到台湾了后，有一句话吼，定定会听到，甚至电视咧播嘛，拢用即句话。无人拄着车祸，所以往生啦吼，往生。即个伫基督徒内底，有时咱嘛会安尼讲。我感觉即个往生即个用语，带着民间宗教甲佛教迄种的意味啦吼。我原来感觉是安尼。咱无偌久以前7月讲鬼门开，有足侪禁忌，有足侪惊吓。伫即个社会，敢已经渐渐较少，总是也是有受到影响。往生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特别去甲查一个吼，查网络甲讲，星云法师安尼讲啦，讲即摆人对死亡的观念咧进步。过去咱讲已经过身啊啦，死去啊啦。即摆咱逐个拢讲往生啦吼，所以星云法师讲往生毋是死亡的意思，是生到别个所在去。即个就是佛教的观念，人死是轮回，去投胎去另外一个所在，搁一届来伫轮回中间来修行。望修行到一个程度，我会通脱出轮回，到迄个涅槃的地步。所以是生到别位去，伊是去投胎了、往生了。所以往生听起来，事实上把死亡当作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伊咧讲，你会通看作是死过啦吼，驾鹤西归，是你会通看作上天堂。这句就是咱基督徒，所以我即马渐渐会通接受往生。对佛教、对民间宗教的人来讲，伊去往生检测是讲伊去投胎转世，对基督徒来讲，咱知影死亡毋是结束，咱是去承接上帝要互咱永远的活命。所以我今日题目事实上讲三生有幸，这个嘛是佛教轮回观念所衍生出来。三生啦吼，就是前世、今生以及我要投胎。来生3世有幸就是讲，我足好运的吼，得到一个福气。所以三生有幸就是讲，今仔日我是经过三个世代、3个生命修行、修功德，有足侪功德了后，我得到足大的福气，所以我感觉足好运的。所以三生有幸，比如讲我是感觉这我前世。今世来世修来的福气是难得的一个境遇，所以有时三生有幸伫文学作品上，咱会通安尼来看。譬如一个范例的《西厢记》，《西厢记》这个当然《西厢记》我无读啦吼，这是提出来一个小僧吼，拄到这个老和尚，伊讲我听到你的名已经足久足想讲我都通来甲你学到无拍算今仔日。竟然互我会通拄到你，是小僧三生有幸。我是3世修来今仔这
忽然间无拍算的中间来拄着你，所以这个是佛教轮回啊，用修行的观念、功德的观念啊，得到的福气。啊，这个故事即马做一个成语啦，吼啊，大概伊成语是安那来吼啊，我原来去查看卖。啊，这个故事来讲，东朝的时阵有一个和尚叫做元泽，啊，伊的好朋友叫李元，这两个人真马是两个真好。啊，有一天两个做伙行的时阵，看到伫河边一个啊真大巴肚的这个啊要生产的妇人人，啊伫遐咧抢水。这个和尚元泽甲迄李元讲，这个妇人人已经怀孕3年啊呢，到今仔日还无法度通生吼，是等我去投胎啦。啊，我一直咧秘啦，我都袂死，我都袂投胎咧。所以今仔日无拍算去互拄着啊吼，无法度通个秘啊。所以3天了后，请你去因兜看，迄个时阵已经生产，啊，迄个婴仔若对你笑，啊，你知影迄个婴仔就是我去投胎。啊，我已经搁倒一个世开始，啊，你用迄个笑知影讲，啊，这个就是原则吼，这个会修投胎。啊，咱约12年啊以后，咱去杭州的天竺寺，我伫遐等你，啊，我会甲你讲，啊，迄个就是我，啊，迄个时阵再相会啦吼。所以果然，这个老和尚迄暗就死啊，啊，妇人人也甲迄天啊生一个查甫婴。啊！在第3天，这个李元就去到妇人人，啊，迄个婴仔真正家己笑一下，哎，哇！这个是，这个原来这个婴仔就是原则吼，投胎转世的。12年以后，伊果然照约束讲啊，去到天竺寺，杭州的天竺寺啊，伫遐去拄着，到遐的时阵看到一个各样的这个囡仔啊，伫遐咧唱这条歌：三生石上旧精魂。我是三生石上，啊，这到底要来解说？这互国文老师来解说。今仔日中秋，咱毋是要来赏月迎风啦，吼！今仔日咱是以前过去迄个情分，伫遮咱今仔相拄啊！啊，所以你看我今仔日甲以前迄老和尚的形无共，此生虽异，总是共款的，本质是共款。我就是原则啊，投胎转世啊，这个就讲三生有幸的由来。啊，咱今仔日咧用三生有幸，一般来讲是较无咧讲迄个轮回，是咧讲人甲人中间迄个缘分啦。我三生有幸，搁倒转来台湾，甲恁3个见面，吼，啊嘛真正是3届转来啦，吼。啊，伫迄个中间特别感觉非常的荣幸，啊是感觉一个谦卑的言辞。我今仔日通甲大家建立关系，今仔咱大家做伙伫咱门教会。实在是三生有幸，咱会通安尼来用吼，啊，这是谦卑的讲法。总是我今日要用这个成语来讲，基督徒确实是三生有幸，因为咱伫上帝奥妙安排内底，咱出世，伫咱人生的中间，经过主耶稣的救赎甲圣神的做工，互咱经过定头生，咱将来是要承接迄个永生。所以是基督徒是真正是三生有幸的基督徒啊！这个三生的出世，上帝伫奥妙我无法度通了解的这个主权甲伊的旨意中间，赏赐我这个活命，互我出世伫这个世间。伫我的人生的中间，伊互我经历，知影我无法度靠家己修行来超脱啊，来脱出轮回。我爱经验耶稣基督的救赎甲圣神的做工，然后有一天我这肉体败坏了后，因为我有圣神的印记，已经定头生，我会通去享受迄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是三生有幸会出世，拄着定头生，要领受永生的一个基督徒。咱对咱的人生来看，是这个这个诗篇诗人讲，我会受造奇妙通惊吼，奇妙通惊。我想咱中间有机会做过父母的，咱看咱的囝儿，也是看咱的孙啊，你会发现讲实在是非常的奥妙。出世无偌久，手指头碎手掌
安尼敢若透明的，咱看我安尼目睭安尼各方面，你会感觉讲，哪会遮尔啊奥妙？啊，一个小小的受精卵，怎样伫老母的腹肚内经过9个月、10个月，啊，伫遐细胞安那分裂，然后，目睭会变做目睭啊，耳仔器官，互咱感觉这种的创造是何等的奥妙。所以我真爱诗篇139篇这段的圣经。啊，这字细细啊，不过我想咱大家来读看卖，看你有同款的感受也无吼。啊，这个是诗人伊咧回想伊家己的性命，啊，伊咧回想上帝赏赐我这奥妙活命的这个描写。咱做来读看卖好无？因为我的丈夫是你所创造的，我伫老母的腹肚内，你有庇佑我，我要感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通惊，你的所做奇妙，这是我的心深知的。我伫暗中受造，伫地的真底受联络。迄时我的形体无隐密伫你，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目睭已经看见，所定着的日也未有一日。拢记伫你的册，诗篇139篇啊，互咱知影，这个诗人认为讲，当咱也未出世，伫老母的腹肚内，也未过一日，伊就拢已经清楚咱的性命。丈夫是安那伫迄个所在分裂，安那成形，迄个安那联络啊，这种的奥妙，毋是咱所有法度通去想象的。所以上帝赏赐咱，互咱会通诞生伫即个所在，诞生伫即个画面是遮尔啊奇妙。然后咱开始行咱逐人拢无共款的人生。所以使徒行传17章是保罗去到即个雅典啊，对雅典人伫迄个所在咧介绍即个创造的上帝。啊，伊的介绍的中间有几句话真重要。伊讲：恁刻一个恁也毋捌的上帝。会神像伫遐咧拜，我甲恁讲，你俩毋捌的即个，就是创造世间甲其中万物的上帝。伊是天地的主，伊是管辖万物的，伊嘛是创造你甲我的。啊，恁今仔日要甲起圣殿，要甲起足好的这庙事，无必要，因为伊无需要徛起伫人的手做的殿，伊毋是亲像家己有欠缺，需要人安那去甲伊侍奉。反正伊是用活命、用喘气，赏赐咱万物世间这水果各方面，互咱逐人来享受。所以，伊个创造万邦的人对一个本源，所以迄个本源是这个是创造的主。为亚当夏娃，今日你虽然是雅典人、是希腊人，我是犹太人，总是迄个本源是共一个为创造的主来，伊互咱徛起伫全地面。今仔各种的民族、各种的文化、国家发展因家己的文化。上帝奥妙的旨意，限定大生定着的时期，甲徛起的地界。上帝为什么互你甲我生伫21世纪的台湾，互咱会通享受这自由民主？这个咱拢无答案。我有时咧看战争片。看到真恐怖，好佳在我毋是生伫第2次世界大战，毋是第1次世界大战咧放毒气，啊，迄种的悲惨的情形，上帝互我伫历史的中间活伫即个时阵，限定我活动的地界。我做就是台湾人，我会通世界逐所在去，总是我的地界都是遮的。上帝互咱伫咱人生中间是要互咱去经验上帝。伫我的人生，我去揣摩上帝，我拄到即个代志。互我这个婚姻，互我这个家庭，到底要教示我什么功课？我要伫迄个中间，伫我的人生中间去揣摩上帝，去了解上帝旨意。保罗甲雅典人讲，其实你免去真远去找上帝，因为你逐工会喘气，你逐工咧震动，你逐工会通存在伫即个时阵，拢是伊的恩典，因为咱踮伫伊内活。来叮当，来伫地，若毋是上帝永远
咱是不是有下一刻没有人知道？咱是不是有明仔载没有人知道？一生咱活伫伊的业力的中间。我咧准备这讲道的时候，我读到一篇趣味，唔知我要讲要表达，唔是真清楚，因为我对医学的常识唔是真大，所以这个真趣味的一个讲法。伊咧讲咱逐个人拢有道财啦吼，有人咧问我讲阿东夏娃唔知有道财无吼？这我都唔知影啦吼，这咱去问上帝，伊是第一对的人类，可能无。所以为以后咱逐个人拢有道。道财咧表示是啥物？生命奇妙的连接。咱逐个人拢伫老母的腹肚内，通过脐带供给点来分裂。这个生命八甲老母结连的记号，拢留伫咱的心脏的关顶。啥叫做道财？看尔雅书讲，中国中央叫做脐啦吼，脐。因为叶就是肉字旁，所以身体的中央叫做中文读做脐嘛，有人读做脐啦，肚脐吼，道财。多伫人的正中央，所以叫做肚脐。所以英文嘛，差不多是安尼 ，navel， 这个是中央的意思。所以海军就是咧控制船的方向，迄个导迄个叫做 navy， 吼，也是讲 navigator， 对咧导引人生的方向，道财。这是咱对语言上的知影。所以道财是即个咧表示咱的生命有一段时间是甲老母的生命相结连的。这也是咱要出力的重心。所以你看这运动员，有时要举重吼，拢在束腰，伊咧中间来束腰。我看人咧拍网球，迄球拍摕咧，伊要反应吼，拢都爱球拍拢夹伫中间，随时能够很快速的移动。这个就是中央的位置真重要。我讲读这个文章，就是用诗篇，毋是箴言的3章第60到第8节吼。咱这节圣经真实讲，你一世人爱倚靠耶和华，莫倚靠家己的教啦吼。伊要指引你人生的道路，就敬畏上帝，离开这个歹代。迄红的字吼是和合本的翻译讲，你若安尼，你若敬畏上帝，伫中心掠上帝做主，这会通医治你的肉体，润得你的骨头、百骨吼。大家的圣经我看伊讲，你若仰望上帝，互上帝来引带，你的身体会勇健，润得你的筋骨吼。随上这个肉体吼，你若原文来看，就是讲道财，这个医治你的中心，你的道财甲你的骨髓吼，骨髓。所以英语的嘛是大家安尼讲吼，是 navel， 还是讲 marrow， 这种迄个骨髓的问题。我要讲这个就是，我看到这个就是，因为人类从1970年才发现，迄个脐带血真有路用，有干细胞，有迄个活化，所以咱知影最近有一寡人会甲迄个脐带血保存啦吼，以防将来万一有一天我血液吼，这可能爱问咱中间的医生，我若拄着白血病，我若需要骨髓移植。来互我重造生命的时候，这个脐带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迄个时阵开始，有一寡人都会准备预防将来我血液中有一寡不健康的这迄个，我会通用原生的脐带血来做治疗的一个材料。这个脐带血和生命再造的望，我要为安尼来衍生到抽象的真理。敢若几啊千年前，箴言的作者就知影伫上帝启示中，在骨髓也是这个脐带对人的重要。因为这会通帮助咱更新咱的活命。咱最近一直咧讲人的罪恶，上帝创造爱电永远的时，应该是无罪恶、无死亡的，迄是咱生命的原乡。所以犯罪了后，敢若人去染着白血病同款，迄个罪带来死亡。所以人甲创造中间迄个灵性的脐带，因为罪被斩断。人甲创造者的中间已经脱落，
咱互赶出爱电路园，就是你甲永生、甲上帝已经无关系啊，咱生命的原乡就失掉了。今咱所读的圣经，这个尼哥底母就是一个，伊要找家己生命意义，甲将来到底上帝甲我的关系到底是甚么款？伊是一个咧找生命原乡的人，所以伊咧暗时来找耶稣，因为伊咧观察耶稣伫世间所行的事，伊甲讲一句话，讲你行的是了，我有一个结论，那毋是有上帝甲你相合伫咧。无可能啦，普通的人无法度通行这个信了，所以认定讲，这个人有上帝能力，甲伊相合伫咧。所以我想要知影耶稣你真正的身份，为什么上帝能力会伫你身上？然后你甲上帝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影要安那个重新，互迄个灵性的期待来甲上帝结连，请你互我知影。互我知影要安那，搁一个定心，甲我创造主来结连，来建立关系。耶稣甲伊讲，就是爱定头生。人若无定头生，你无法度通搁倒转去爱电路园，你无法度通搁倒转去迄个永远的活命的性命。这是圣经第一遍讲的定头生。所以耶稣是咧甲伊讲，你想要回到伊甸园，你想要找到迄个创造主，甲你已经脱落迄个灵性的期待，你爱定头生，你才会通转去到上帝国度。当然，这个话安尼讲较简单，听无啦。尼哥底母讲，我要安怎定头生啦？我已经遮老啊，我已经出世出来，我要安怎个亲像一个受精卵共款，倒转去老母的腹肚，慢慢来分裂。我无法度通安尼做，所以你咧讲定头生到底什么意义？耶稣甲伊讲，定头生是圣神的工作。咱是为肉体生的，就是肉体；对圣神生的，咱的生命，这肉体生命需要圣灵的更新，需要迄个原来的干细胞，搁一个植入伫咱这个已经互罪恶破坏的身体内底。所以定头生，毋是靠你功德，毋是靠你知识，毋是靠你的财力。定头生是圣神甲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主耶稣甲尼哥底母讲，你要定头生，第一个阶段就是爱先有救赎啦，爱先解决你罪的问题。亲像咱今仔日有一寡咱种骨髓移植的人，我知影讲。骨髓配对，配对会成，配对会成，毋是讲配对成，我就甲某人骨髓移植到你的内底。你爱先甲这个病人原来的所有的这一些已经癌的这唔好的物件，甲伊完全杀死。你要用真强的这个化疗，还是各种的方法，甲伊原来已经互罪、互病、互癌已经感染了，甲伊破坏掉。你才会通注入新的迄个配对成功的迄个骨髓的内底，你才能得到重生的生命。然后咱毋茫讲将来不会排斥等等这的。所以伫灵性上，咱就是安尼。咱的罪若无解决，你无法通定头生。上帝用一个真强的化疗的方法，就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来替咱负罪代价。互咱内底罪会通得到洗清，咱才有法度通过一摆承受伫新约内底，承受耶稣你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互我灵性得到更新。所以耶稣伫遐甲伊讲一个，第一个爱先看，亲像摩西伫旷野，伊用一个铜蛇压起来，叫火蛇加着的人，只要仰望。就会得到活。伊讲人子嘛，都爱安尼，伊爱死伫十字架顶压起来，恁所仰望十字架救赎恩典的人，恁才会通得到活。所以咱知医学标志嘛，拢用一只蛇伫迄个杖的管顶。所以要讲摩西铜蛇的故事，如果恁若对圣经毋是真实，请你倒转去看《民数记》21章。
这段有一个故事，21章就是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伫曠野非常的无聊，佫足侪才怨言出来。所以21章第40讲，百姓为着行路拢还未到应允的地，心不知内志，因就开始人就真容易怪罪上帝，怪罪摩西啦。你啥事就带阮出埃及，阮伫埃及好势好势，你带阮来，互阮死伫即个旷野，无饼无水，心野先。所以你互阮食迄个玛纳，即个物件清淡，人袂晓感谢，反倒诚侪怨言。上帝生气，找火蛇伫百姓的中间去甲这百姓一个教训，所以有侪人死。百姓讲你袂使，来求摩西讲，你替阮求上帝赦免阮即种的罪。上帝教摩西一个方法，讲你做一枚火蛇的样子，甲伊挂伫旗杆的悬顶。若有人去互迄个火蛇夹着，你要死啊！伊若仰望看即个火蛇，伊即个铜蛇，伊就会活。所以民数记21章第9节，摩西做一个铜蛇，挂伫旗杆的悬顶，既若互蛇夹着，看到就得到永活。所以咱今日仰望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亲像当时遐受到蛇夹着得要死的人仰望迄只铜蛇同一样。所以顶头是什么？基督的救赎，然后用圣神的作为继续来帮助咱。亲像你骨髓移植了，你可能需要继续来食一寡抗排斥的药一样。耶稣甲尼哥底母讲，风出在意思咧飞，咱有听声音，唔知对倒位来，为倒位去。咱互上帝圣神定头生，也是安尼。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圣神的作为，唔是你会通控制。伫上帝奥妙的内底，互咱伫人生的中间一个时刻，圣神的感动，互我愿意成做上帝囝儿。伫圣神的感动，互我去做即个代志。圣神的感动内底，互我去做一个适当的代志。迄是圣神的作为，唔是你会通做的。比如讲515的事件，人咧讲无使你反应真紧，我讲我是圣神的作为。伫迄个时阵，互你忽然间，互你知影讲，我应该做什么款的代志，唔是人所料想的，敢是你想过才去做的代志。今仔日加州84年唔捌有飓风啦，今仔日要登陆飓风忽然间，伊这拢伫佛罗里达迄边的。忽然间伫即边这到底是甚么？反正即摆气候变化无人知影，咱嘛唔知影即个最近即两个风台，迄个雨遐大到咱无法度通去落。耶稣讲圣神的作为无形看袂见，你敢会通听见伊的声音？风咱看袂见，咱看树仔咧摇等等，知影有风难以理解，难以推测，但是你会通感受到迄个气力。这风台来，迄个气力惊死人。所以咱能确定圣神在咱生命中的作为。我今仔日做这个判断，我会做这拢有上帝圣神在迄个中间，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圣神在咱心来做什么？耶稣讲保惠师到的时阵，伊要互咱知影咱是一个罪人，伊要互咱知影我无法度通达到上帝公义的标准。伊要互咱警醒，就有一天我若徛伫上帝审判台前，我要用什么成绩交伫上帝面前？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用罪、用义、用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是上耶稣的话。圣神在心内，互咱知影，咱的无完全，我需要耶稣基督救赎的问题，我需要圣神的做工伫我的内底。所以今日宣调嘛，安尼讲。今仔日你宣告耶稣是主，是我的主，伊是基督，这是圣神，唔是你理性上的判断，是你愿意降服伫圣神的内底。咱通过顶头生灵性的期待，能够再一次连接，是借着耶稣的救赎甲圣神的感动。所以罗马书第8章13到16节讲，咱今仔日若够照咱的肉体，照咱的本性，照。亚当犯罪了后，迄个性情来活，
有一天咱就是会永远的沉沦会死。总是若是用圣神来提醒咱、拍死咱身躯的所做，提醒咱耶稣已经为着咱完成了救赎。那你是上帝的囝，因为上帝圣神甲咱家己的灵，今日干净，我是无完全，我也够有罪，我达袂到上帝公义，我对上帝审判要惊吓，总是咱的圣神甲咱的灵甲咱讲，你毋免惊，因为你是已经受接纳做上帝的囝哩。所以，这里耶稣救赎甲圣神的作为，咱甲创造的主搁一概连接。所以，今仔咱大家真侪人拢已经到这个程度出世，然后我有定头生，总是我还未死，我还未去到领受永远的活命。这段时间，被宗教术语叫做咱因信称义。你已经互上帝看你做义人，称你做义人。咱毋是真正的义人，咱是互上帝称做义。即马高方安咧，互判咧互即个贪污罪。如果法院改讲宣判无罪，伊就变做称义。上感觉讲罪证不足，所以伊就变做伫法律上伊是一个义人。到底伊是毋是一个真正的义人？将来伫上帝面前就知影。今仔日咱互上帝称做义，然后到上帝面前，这段时间叫做正圣的阶段。本来这段我需要往表，我不要做表了吼。所以咱会通甲看，咱所领受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咱领受圣神做印记来更新咱。如果来比较，咱所领受的救恩，耶稣的救赎一摆就有够呀，唔免亲像迄个希伯来书讲这祭司每一届爱去献祭来为着家己赎罪，唔免。耶稣已经替咱一摆事件就甲咱赎回，这是希伯来书写甲真清楚。所以这一届事件，总是圣神的更新的正性是逐工一生的过程。咱对耶稣救赎，上帝帮助咱完成的恩典是：你悔改，你的回应就是我知影我是一个罪人，我无靠家己，互你称做义。所以咱悔改接受上帝救赎的恩典，对你圣神的。就是咱对伊的回应，就是我愿意顺圣神来行。虽然我定定还阁行照我家己的意思来行。耶稣的救赎，互咱毋免永远沉沦。上帝看你做义人，免除罪行，永远的沉沦。圣神的更新，互咱减少，咱无都完全成圣了。咱还阁是一个人，总是因为圣神提醒我减少迄个上帝无欢喜的观念、思想、行为。咱伫耶稣的救赎，你已经得到永远活命的地位。圣神的更新，互咱过一个基督徒德性的生活。所以对定头生进入到永生，死亡毋是这个结束。所以我特别甲罗马书6章30甲22，这咱大家真清楚的、真定定听的一个圣经在。我先读23，然后再进入22，感觉较会顺。伊讲，因为咱犯罪最恶的工钱就是死。总是上帝借着耶稣，互咱的恩赐是永远活，在伫咱的主耶稣基督。但恁已经得到逃亡脱离罪恶，来做上帝奴仆，所以咱就结出圣神的果子，递到正圣。你有圣神更较完全的果子了，迄个结局就是要领受永活。这个是主互咱的应允，所以咱会通看见。死了后，到底咱的形体变做什么款？咱会看见你根本无法想到，这只看起来真歹毛毛虫，将来变做这样水的蝴蝶。上帝自然甲放真侪这种生命蜕变，互咱会通看见。不管是蜻蜓还是这热天咧弹的迄惨叫声，其实你若想法，逐暗咧困拢敢若死过一次。有时迄个。英语美国囡仔若咧祈祷，就讲我明仔载下早求上帝，互我清会通精神。如果我阴暗困都无去起来，你就接纳我的灵魂。咱逐暗咧困拢敢若经历一次死亡。今仔日上帝佫互我会通喘气佫起来，敢若经验迄个佫活一样。逐工拢是新的。
毋茫咱逐工拢提醒咱，有一天当我肉体死，我困的时阵，一天佫精神，就是伫爱电王伫迄个永远的活命内底。你甲我问讲啊，这胎儿哪会遮奇怪？咱遮有妇产科医生，后来甲问看觅，这囡仔伫内底安那吸收老母的这养分，啊，迄个二氧化碳是安那排掉，顶顶遮咱拢毋知影，这个小小受精卵安那去成型。你知影脐带连接在一起，那是正常在自然，这些真好的功能自然就会发生。咱今仔日。那佮借着圣神甲上帝迄个脐带来连接起来，我想咱的经验无共款。所以顶头死甲永活，毋是靠咱的努力，是上帝恩典的作为。所以咱三生有幸基督徒是对出世到顶头生到得到永活。多归月，咱知影归月意思就是开鬼门啊，有足侪遐肉体死亡的人。以后毋知为什么无法度通去投胎，啊，就变做孤魂野鬼，啊，就是都毋知要都落蛇安尼，因为毋知要去倒位，永远迷失在这个永恒里面。总是咱若做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救赎，啊，伫圣神的感动下面，咱的灵魂。咱的肉体袂成最无家可归的异乡人，那我们要回到原乡。所以祝福咱，毋茫咱接受耶稣基督恩典甲圣神的更新，对出世经验主的恩典，伫经道些中间来经营咱正常的生活，直到咱得到永活，三生有幸。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咱今日金句。来，当咱对过失已经死的时，就互咱甲基督同活。咱面对恩典得到救，也互咱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同坐伫天里。有所2章50到60。我望咱从今生出生到重生到永生，有上帝恩典甲咱相得的，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确实是一个三生有幸，上帝你创造，互你称作敬你的人。感谢你救赎的恩典，感谢你赏赐圣神来带领阮行正圣的道路。感谢你用圣神做阮将来得到永远活命的证据。阮是三生有幸的基督徒，献上感谢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三感用圣诗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圣诗149首，正会将起日有4节。
有艰难少年的恩惠，求主我来救你，帮助主转调我的心情，主我求你，主我求你，但你记忆心情的甘美，求主我来救你，主有点帮给你的条路，有时转你保我稳当，亲像钱啊顺转甲你讲，求主我来救你，太阳魔鬼信息的关系，主我救你，主我救你，今日背后的眼更无地，求主我来救你，啥标行袂无的行去，一日旁边啊徛去，有灯用好记你的话语，求主我来救你。请坐，这时请报师兄甲弘一执事来示现。请起立。我的命通救主转，听你也过一世间，把我的情献家己。永转转美好你，阿门。请坐。这是来报告教会的消息，有7项。第一是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啊，请教会礼拜煞大家互相请安交陪。第二项双人团契嘛是礼拜后，咱随伫教会地下室今仔日有双人团契的例会，今仔日要真欢喜请到陈进公长老来分享，伊的题目是人生7集点，请大家来参加，请长辈。今日嘛真特别，
教会的好意，要请伫咱教会中有咱大家拢有看到吼。就我陪伴咱的长辈一寡外国的劳动者普遍是拢真照顾咱的长辈。今仔日伫6楼伫上恩团契了有机会伫6楼会当，教会5楼，较大声伫6楼有招待因用餐，还表示咱教会淡薄的好意，安尼所以咱的兄弟若厝里有这外劳的，麻烦提醒一下。第三项，社区的活动，9月份要开始有新的一期的智慧手机班，甲长青乐活站，阁有淡薄的名额吼，请大家优先来报名。第4项，野外礼拜9月20有野外礼拜，已经公布3礼拜吼，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吼。有足侪种方式啦，嘛会使用Google 的表单，嘛会使连面去楼骹团契也是办公室楼骹嘛会使来报名。6岁以上的一个，用较简单的一个人300块安尼吼。因为这是咱要去参观迄个亚东剧团一个福音的话剧吼，叫金花吼。迄个有好用性，所以若有厝里有专家，欢迎专家来参加。若有你真好的慕道友，你有要引带伊来信主共会当做伙以后伫上帝国会当做伙，嘛真欢迎来邀请吼。当日若无法度有别项的督学，无法度参加野外礼拜，10点半嘛，另外有一场礼拜，是咱张牧师来主理。好，第5项是后礼拜日，是退休的牧师、传道师的奉献主日。咱有真好的机会，请到退休的罗荣斌牧师来正道请安，嘛请准备奉献。第6项，执事的有选伫9月初3，请有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嘛希望大家会当较侪来出席，来表达大家的想法，看圣神的感动，大人。第7项是中执会，嘛伫9月初3有中执会，请中执来留意来参加。还是团契的消息有3项，青少年团契今仔日已经出发去花莲，今仔日下晡会转来台北，请为着这项事来祈祷。另外后礼拜日8月27，中昼要开幼稚的主日学的教员会，嘛请相关的同工来留意。石盘团契嘛是后礼拜日的下晡有要改选干部，请石盘团契的兄弟来参加。毋知张牧师有要补充报告无？我来代表教会来欢迎。我有看几个较清楚的面啦吼。我即摆加一个资料，即个本来天母教会黄龙辉的表妹为美国回来。叫黄龙，毋知有伫遮无？请咱徛起来，伫后壁遐吼，欢迎。我一直看楼顶有几个，我敢若有哪清楚，要介绍一下无？足久无看到啊！古巴的迄个，嘿，足久无，咱足久为加拿大回来吼，带囡仔回来。欢迎呀！等一下，咱刷了，咱大家伫遮看有机会通搁熟悉无？多谢。闭会的诗圣诗234首，我心实在恶乐，有5节。闭会诗了，咱请牧师来祝祷。
有情，我必定着以后，上帝拄我最后，那当你三个那地里被关和切多，主爱和你提升，亲像被母兄他，你们所喜的行，上帝也听伊的人，赢过父母的听。第五站，咱人是命那回，大风来吹就响，上帝主永远袂悔，有道是阮无样。咱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伊伫引带祝福，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花到电压线，咱出去实现上帝的话。